今年顶半年，在南部欠水，伫咧台南后壁呢，就9成的田休耕。不过有一边呢是食白河水库的田，是落无入去休耕。后礼拜就准备咧挂稻啊。后壁区农会是认为讲，这第二期的绩效应该会起去。原本种7个田横，规片空，顶半冬南部雨水少，闸门水库水情无好，影响到台南后壁的水稻区，将近3200公顷的田，这3冬拄到4界休耕，互农民特别袂堪折。另外一边食白河水库的田无入去休耕，后礼拜因准备要收挂，后壁有9成的田休耕，安尼粮食绩效敢有影响？后壁区农会讲，估计2期牛价有机会起去哩。全年度欠七的部分吼，所以听起来会开盘价每台斤吼拢上无是1100块以上吼，有超越去年的开盘价。大区轮作也要休耕，缺水也要休耕，导致大家的工作量都减少。我们要外出工作，也不一定是能够找到适当的区域能够收割。休耕嘛影响做事人的生活，有农民无奈讲，贷款就100万买的农具机械，或只好放伫咧仓库，等明年种植才提出来用。同款受到气候影响，也有北门的牛棚瓜，前10仔农民拄种新的一批，虽然入冬啊气温悠然热逼逼，农民指出温度若伤悬，瓜仔会结消长，甚至有病虫害。这溪可能拢一半无人去收啊。这个比英国更加严重，还是今年是？比较早较严重啊，较早无遮严重啊。伤热无落雨，都拢会消灾啊，结消长啊。即摆起来整个过去啊，雨流啊袂去啊。寒伤寒，热伤热，气候变化产生经济危机，极端气候冲击到农业生产甲供应。目前嘉南水库水情有较好，农民期待会使赶紧恢复正常的光景。记者李成台南采访报道。